今日咱讲到人，若是要穿了啪哩啪哩，穿啊水水出门吼，嘛是有一个吼苗条的身材，所以特别为大家来这个邀请到咱的阿花教练，教练你好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花教练。教练啊，要安怎保持咱苗条的身材？哦，除了饮食以外，就是爱做运动啊。啊，做运动对无？什么款的运动呢？咱等下要来做有氧运动。好，安尼即马先教大家吼，什么几落步，什么款的动作，什么款的姿势，好无？无问题，啊，你准备好啊？准备好势咯。好，等下足简单的，你就对我做就好。第一个动作，咱先把双手叉腰，脚向头前勾起来，勾起来。来换脚。对，是不是足简单呢？啊，中间吼，咱来加一寡手的动作，杀头前就是敢若亲像开门的动作，对吧？啊，杀外口亲像啥物？拍开这个门，嘿，开窗仔门，吼，安尼知吼？啊，即摆后一个动作，咱正脚向外口踏一步，向外口安尼好，伸外脚，敢若家己水水的大腿向外口安那，哎哟，互人看卖者，好，来换脚。好，啊，即摆后一个动作要来啊，开合合。什么叫做开合合？亲像咱英文这里叫做 V 字，哦 ，V 字，亲像胜利的 V 共款。咱试一摆看卖，正脚向头前，开合合。开合合，手爱对咧行。哦，安尼有简单无？哦，敢若有呢。有啊，敢若有啦，啊唔知啦。等下就试看卖就知影啊。啊，过来咧。等下唔通拍架咯。哦，会拍架袂？我这真正就歹讲诶。啊，毋过吼，较咱大家伫咧这个客厅咧做诶时阵，嘛是爱注意啊，迄空间爱较拍。对，迄空间爱最重要，爱注意者，唔通去受伤着。安尼大家拢准备好势咯。老师 ，music。好，准备来啦！把你的正脚行落来，很好。今晚亲像咱伫公园啊散步的感觉哦。咧散步哦。正脚倒脚，正脚倒脚，正脚倒脚，正脚倒脚。OK， 准备来咯！正脚向头前勾起来，双手叉腰。对，有足简单的吧？安尼不哩啊简单哦。双手叉腰，会记得咱身体要保持稳定哦。4个、3个，双手杀头前来。这个动作有亲像啥物动作无？哦，敢若咧扇门。咱平常时生活当中爱把门拍开，这个动作。哦，上尾4个、3个，双手送外口来。哦，即马是外口啊吼。对。敢若开窗仔门的动作对吧？上尾8个，好，准备4个、3个，正脚向外口点来，对，很好。所以把你的大腿打出来，让别人看者。8个，上尾4个，正手杀头前来。咱要向头前摕物件，拢无问题哈。上尾8个，上尾4个，来咯，双手向外口高丽菜，嘿，哎呀，水哦，身体保持好稳定，会记得运动的时阵爱笑眯眯咧。4个。3个，好，正脚行落来，正脚行落，无问题，拍扑啊8个，嘿，行路就好，手来，随后双手拍扑啊，正脚头前后壁来，随后，敢有对着？有无？有哦。水，双手爱向头前后壁来，加油加油！咱个4个、3个、2个，我要加手的动作啊！正脚正手，转来准备正手做手转来。正手。很好。水哦，4个、3个，我真正真厉害呢！我要加难度咯。2个牙关，1、2、3、4，水哦！ 1、2、3、4。